再来看这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到今也是未定未动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讲要来公开辩论，后来佫解释讲国会其实就是上大上好的公开的平台。这款言论是引起在野的不满。国民党团表示讲，愿意甲行政院三个代表伫电视来辩论。也那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，伊是要求赖总统亲身出来讲。我要求就3兆0350亿。 整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与立法院进行直接的辩论。115年度总预算案调野一直对价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大声喊公开辩论，向在野落剑贴，引起关心。不过到尾啊态度有转变，行政院改讲，国会都是上大上好的公开平台。喊战不敢战。 不过在野表态愿意接见，国民党团批评杜英泰都是跨进唔敢进，要求举办3场电视辩论，由总调部分局书记长罗志强、首席副书记长林派雄、加杜英泰副议长郑丽君、秘书长张敦涵辩论。至少你敢用这个假装敢战的姿态来凸显赖清德没出席弹劾会啊！我要请赖清德总统，你也要学卓荣泰嘛，对不对？ 卓荣泰都敢站出来辩论，你连弹劾会都不出席，没出席，然后呢，你也不敢跟在野党辩论啊。国民党团指出，解决问题的上好也是当事人，造成调野争论主要是总统赖清德。罗志强表示，除了3场辩论，买当促成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加总统赖清德辩论。你所任命的行政院院长，如果如此的没有勇气，如此的没有担当，连自己 要求直接辩论，我们接招以后都可以缩回去的话，那赖清德总统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亲自上阵？这样的一个政策辩论的最大的一个平台，他们不使用，还说哦，我们到外面去谈，真的是放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做，去找人家单挑。好，尤其是呢最喜欢定钩机的这个黄国昌。 针对在野爱杜英泰赖总统出来辩论，民进党团电脑批评南北立委敢若听啊，敢会晓开预算演戏骗百姓，要求用正式辩论，和总预算交付委员会，行政院长会当到上大的正式平台，也就是国会进行说明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